勇者王交機腳粵語版係勇者系列第8部作品，呢部可以話係90年代機械人動畫嘅巔峰之作。獅子王海駕駛勇者王衝入敵陣 GGG 戰隊嘅喊殺聲撞碎星塵，佢為守護地球，連同機甲咬緊牙關頂住敵人重擊。金屬刮擦聲裏藏住絕不後退嘅誓言。20幾年過去，嗰份為地球而戰嘅激情依然喺老粉絲心中。Final Fusion 永存。跟住落嚟，邀請你同我一齊回味。好啦 ，Final Fusion 啟動。知道 Final Fusion Program Drive。 Final Fusion。 小红书